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
心上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心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等，咱伫遮来敬拜上帝。咱先这首歌，咱来唱。上帝的囝要用伊的圣心来包围咱，今日是就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互咱的心通互主来充满，咱做伙来唱上帝的囝。上帝的囝要用伊圣心。甲伊听来包围你，伊要充满你的心，互你满足。伊要担当你一切挂虑，受事平安甲的信息，降临伫你的中。互你完全，搁一遍咱为头，过来上帝的囝，地囝要用伊诚实，甲伊听来包围你，伊要充满你的心，互你满足，伊要担当你一切挂虑，受事平安的信息，降临伫你生命中，互你完全。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第二站，哦，大声欢呼唱歌乐，你的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伊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通过你的交予伊，你通我可以的名，真意永远来呼救，来呼救主耶稣，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搁一遍，咱来呼求，呼叫主耶稣来充满咱。耶稣，主耶稣。求你充
稣，求你充满我。搁一遍来呼叫主耶稣，互圣神来充满咱，圣神来充满咱。主耶稣，求你充满我。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诗篇88篇第20讲：愿我的祈祷达到你的面前，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求。咱这时，咱来献上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咱感谢咱的主，因为主是万主的主，是万王的王。伊是独行其事，创造万物，是公义，也是慈爱的上帝。咱也要来一齐来献上认罪悔改的祈祷。咱做伙来开嘴来祈祷，做伙来开声来，咱的主来献上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你为了生命中间，你是万王的王，你是万主的主，主你是行其事，你是创造万物，有公义，有慈爱，互阮认罪悔改，互阮改邪归正，互阮敬畏上主。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你搁一摆来开阮的心，互阮来到你的面前，你来恳求，让你来认罪，让你来悔改，你来求讨。主，我感谢你，特别伫今仔日主日的时阵，主，我们来亲近你，用着你的话语，用着你的路步来传讲的真理。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赦免阮所有的一切。哈利路亚！阮的主，阮的王，你是阮的老爸，你是阮脚前的灯，是阮路前的光。主，阮感谢你。我要感谢阿罗你，因为你创造世间万物，你互日头照时来光照这个大地，也互阮人你的囝儿伫你所享受的这个环境内面来生活、来成长。主，阮感谢你，阮也要感谢你看顾带领阮过去一礼拜久，互阮拢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你收拾阮一天，阮所教育的啉食清闲。主，阮为着这一切，阮拢献上阮的感谢。阮要来到你的面前，主，阮要向你来认阮的罪，因为阮是属罪的肉体，阮是有罪的罪人，阮的信心无够硬，阮时常无讲好听的话来帮助人，阮也时常做有意无意，行出迄个无下伫主你旨意的这个行为，致使主你的名受到惹看。互人绊倒的，主，阮拢求主你来赦免阮的这一切过犯，互阮来到你的面前，阮开嘴来你来求这个赦免的时，主你的圣灵就来提醒阮，互阮毋但是得到赦免，互阮也要得到主你的教示，互阮知影阮叨位啊是过错有过犯，阮就爱安那来改善阮家己。主，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互阮有这个机会开嘴来你来献上感谢甲认罪祈祷。今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咱来过来进行医治甲透放的祈祷。咱来邀请主上帝、主耶稣，成做你甲我灵、思想、情感、意志甲身躯的主，将你甲我的烦恼，阮拢交托予主。常时你会当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胸坎，也是你的病的所在，主来祈求，也求上帝来饶赦伤害过家己的人。常时也求主的疼来充满医治咱每一个人的心灵，会当用主的疼去疼遐个伤害过咱每一个人的人。
咱做伙来开嘴来祈祷，为着家己来祈祷，为咱的心灵来祈祷，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主，阮过一遍，阮要来开嘴，来主你来恳求。主，阮的信心无够，阮时常软心倒退，阮时常做无够，阮时常拢有这无好的意念。主，阮要来将阮的灵、思想、情感、意志，主，阮拢来交予你。求主你来看顾阮，帮助阮，让阮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健康的人，也是一个勇壮的人。听堂的主，我要来邀请你，请做阮每一位兄弟，阮的灵、阮的思想、阮的情感、阮的意志、阮的身躯的主，主帮助阮，让阮有坚强的意志，让阮知阮有上大的倚靠就是主耶稣。帮助阮，唔那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让阮是一个勇敢的人，让阮的心是勇壮的，让阮无因为这世间的这魔鬼也是撒旦所落的这陷阱，让阮灵心倒退。因为阮知阮后壁有一个更较大的，就是主上帝你。主，阮也是软弱的，因为阮伫身躯顶面，阮有兄弟，真侪人拢有这身躯病痛。主，你拢知，因为阮每一个人拢是你所创造。阮倒位啊无爽快，阮倒位啊有心灵也是肉体当需要的。主，你拢知，求主上帝医治的灵，即时你就来，甲每一个你来开喙的兄弟，进入因的心内面，来成做阮每一个兄弟，伫阮心灵当中的帮助、安慰，甲阮的引带。主，阮将阮的全人全心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今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过来，咱要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做伙来为着牧者中一团队，伫这礼拜要来逐项的服侍，会当讲求主来保守看顾，求主的恩膏赐落属天的快乐权柄，和服侍的当讲，和每一个人。拢透过安尼的服侍来形成一人。咱也要为着今日本主日，今日咱是感恩节的主日，咱要为着迦南60宣教的路，献上真诚的感恩，愿圣神伫咱的心中继续火热咱，互咱会使代相传，进入到伫未来的70年。佮求主上帝来带领教会头前的道路。下主日，咱也要来进入。大降节也是传统教会年日的开始。除了感谢上帝伫今年的看顾，也求主祝福教会伫新的未来的一年，有勇敢的心向前来行，无你惊，也会当带着人来亲像，互咱的教会会当得人亲像来得鱼共款。咱做伙开嘴来祈祷，咱做伙开嘴来勇敢来主来祈祷，来求祷。伫咧橄榄教会内底，主啊，我们我靠你的名来宣告，伫咧阮的中一当中，伫咧阮互相的彼此的关系内底，主互阮来用着你的听，阮来彼此来敬听。主特别今仔日特别感恩这个日子内底，主我们来学习来听阮的家己智慧，来听牧者，来听每一个当中，主啊，求你来帮助，来管理，来听真实的伫阮中间，互阮会当学着主你的关系。主啊，求你来帮助，伫咧阮的信仰内底，是你先听阮，是你用信仰来听阮，互阮有安尼快乐，会当来听阮身躯边的人。主，阮感谢你。哈利路亚！听堂的主，阮的爸上帝，主，阮感谢你，感谢你带领你的教会迦南教会，伫桃园市桃园区中华路49号、39号伫遮徛起。主，阮回想过去60年久，阮步步拢有主你的带领。阮今日在徛在伫遮，一切拢是出自你的恩典。主，阮要伫这个时阵，阮勇敢要来主你来求讨，求主你继续来兴旺你的教会迦南教会，互迦南教会伫桃园区这个所在，伫这个社区当中，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
真做一个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去广阔主你的国度的一间教会。互阮的教会是一间勇敢行出去的教会。祝福迦南教会，特别来今日这个70年的时阵，互阮毋那是伫这49号、33号，阮希望阮也有信心，阮后尾有一个新的所在，伫桃园这个地区，继续来帮助桃园社区，这个社区的兄弟兄姐，搁较来认捌主你。主，阮也求主你来，毋但仰仗你的教会，也仰仗阮每一个迦南教会，为伫牧师、中职、小组长、全职同工，到伫每一个阮每一个会员，阮每一个兄弟，阮的心灵拢是健壮、勇敢，来70年来跑走，着70年勇敢来行落去。感谢主，上尾咱用主的基督文，咱做伙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上主啊，我喜爱你住的厝，喜爱你的阳光临在的所在。超咱做伙来吟圣诗7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请起立吟全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唯以我来欢喜。我个比比是温救我，万世讲我福气，全力上帝为我来行伟大奇妙代志，信心快乐的我来吃，我生命受苦气，敬畏主的迄个名言，直到世世代代，骄傲的人伊看山因，全力伸手无碍，将官的人手拖落位，比比心因最关，骄傲的人好面归队，好因把酒温暖，伊看好行，空手出去，有着上帝主名，因阮祖先人民主庇，享受稳定无尽。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应当阿罗无煞，因为你的疼痛，互阮伫主的内面得到平安喜乐。只是阮甲主求救了后，得到主的应允的时，却常常袂去感谢主的恩典，
袂记阮的一切拢是对主来的，阮爱认罪悔改，求主赦免阮的过犯。阮也愿意清去阮的内心，因为阮的身体也是主的殿。求主的灵踮伫阮的心内，成做心内唯一的灵，袂互其他比如关系、金钱、骄傲等等势力来辖制，互阮会当圣洁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今年是嘉南教会设教60周年，阮感受到主伫这一甲子的日子内面，甲嘉南教会三甲之地，因为有主你的带领甲看顾，互嘉南教会成做桃园的祝福。即时嘉南教会也为着明年的事工来咧计划，求主你赏赐属天的智慧甲能力，互阮拢会当明白主你爱教会向前的道路甲方向，来互更较侪人进入教会来认捌主、倚靠主，领受主你的祝福甲恩典，也会当献上阮的感恩来回应主你的疼。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信息的后面，启文第22篇，就是诗篇95篇。来啊！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民的大君王。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请当地团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这是天父世界。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7章第60到第10节，以斯拉记第7章第60到第10节。以斯拉对巴比伦上来，伊是经下教师对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所赏赐摩西律法非常精通，因为上主伊的上帝赐福予伊，伊对皇帝的请求拢得到稳准。达四世做王第7年，有一寡以色列人、祭司甲利未人、献司的、圣殿守卫、圣殿的工人，转来耶路撒冷。迄年的5月，以斯拉转来到耶路撒冷。正月初1，伊对巴比伦起身。5月初1就到耶路撒冷，因为伊的上帝施恩的手帮赞伊。以斯拉专心研究，佮实行上主的律法，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以上，这是请本堂当笔记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荣耀神的殿，荣耀神的殿。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感恩节的主日，伫遮祝大家感恩节快乐，Happy Thanksgiving。请甲你隔壁兄弟讲感恩节快乐。这个伫美国感恩节是真大的节日，阮拄去到伫美国时，这个感恩节囡仔会当休1礼拜，1礼拜拢免上课，甚至呢到感恩节的迄天，所有的店拢休困。不管你是啥物款的店，大家拢休困，所以迄种美国就咧流行讲因感恩节即个食火鸡，即个晚餐食了以后呢，就安怎出去 shopping， 迄个 Black Friday， 因为过当天就是拜五，所以因就爱去准备去 shopping， 所以食饱以后就出去排队，因为迄天呢去买物件，会当买到1年内面上介俗的物件。所以美国人就信的，因就真正半暝食，毋是半暝8点外食饱，就大家拢出去排队啊。甚至这个做生意的嘛真厉害啊！12点就开始卖安尼，免等较透早，暗时12点就开始卖。总是尾啊嘛感觉讲，这个感恩节呢，拢变是生意人在做生意的这个日子。感恩节呢，促销活动，对这个黑色星期五，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双11啊，到即马这个双11嘛无时行，所以大家每一天拢是感恩，每一天拢会当 shopping 因为即马做生意人太厉害啊。但是煞袂记得这个感恩节，上介要紧的意义，就是400年前的这个美国人，英国人，因坐这个5月花号到这个美洲大陆。伫迄个所在头一年，因所拄着遮个困难，总是有遮个青云人，就是在地遮个 local 的遮个印第安人来甲因帮衬，甚至接纳因就互相做朋友。所以因就知影讲，即个所在是爱大家好好斗阵，是爱大家欢喜做伙，毋是你甲我竞争，安尼互相来计较。是当来做一个朋友，这才是一个感恩节上介要紧的意义。也期待咱伫每一单的感恩节，虽然台湾感恩节嘛无休假，嘛无休7天，连1天拢无但是咱会当用感恩的心，甲人来和好，用感恩的这个心情，会当学习甲青云人，互相来斗阵，互相来帮衬。互上帝恩典会当通过彼此的感恩，会当来看出来。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互阮经过一冬的时间，也互阮伫寒日的天气变化的时，也顾守阮拢有健康勇壮的身体。特别伫感恩节的主日的中间，阮也来回想过去，阮甲主是青云人。总是上帝，你通过你的囝耶稣，因带阮进入上帝你的家来成做上帝囝儿，互阮有份伫主你的丰盛
的恩典，也伫你的丰盛的祝福的内面。主啊，阮也要将即个恩典甲青训的人继续来分享，求主来帮助阮，互阮来过一个有意义也充满喜乐平安的感恩节，互阮会当甲亲人、甲无熟悉的人，拢会当来分享主你的恩典甲见证。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即个题目，是《统计议事日记》第7章，就是今日咱早起所读的经节。因跟主的殿啊，因跟上帝殿。讲到要因跟上帝殿，凡是大家拢会想到讲，爱将教会起一个真水、真大间的礼拜堂。然后这礼拜堂内底就要坐真侪人，大家爱坐个甜，然后奉献爱真悬爱真侪，然后做的事工就拢爱真有效果，才会当来因跟上帝。确实嘛是安尼，上帝因跟是通过人的努力，互上帝来得到因跟。但是咱要来了解上帝因跟进前，我想要来问大家：你感觉伫教会中间，敢有啥物款的代志是无因跟上帝的代志？什么款的事是无因跟上帝的事呢？我想，无因跟上帝的事真多啦，即个讲白贼啦、偷摕啦、做假干净啊、烧骂啊、彼此来怨斗啊、无彼此相听，这拢是互上帝无得到因跟的代志。检测咱会看到社会事件，最近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呢，伊用这个扛棒叫做是慈善家，柬埔寨的慈善家，然后捐真侪钱伫学校，帮咱遮的孤儿院，然后做真侪善事，真侪人拢掠做伊是大好人。结果呢，一个去互查出来讲，原来这群人呢是一个诈骗集团啊。刚伫台湾这个所在呢，遮的车，全世界只有几只的，伊就仓库内底，就几60只。甚至呢，伫世界各国，拢有真侪只骗来遮的钱，互人感觉讲，原来即个大慈善家的背后，伊是做一个黑心肝的生意，是咧骗人的钱啊，而是会当骗偌济，骗到遮济呢，甚至会当买遮的豪宅、豪车，买袂完钱用袂了。才有一个数字4000几亿啊，4000几亿，比人咧做开工厂咧做公司赚的搁较大、搁较济，是偌后骗。总是上帝伊无爱咱做即种袂当因跟伊的代志。若是基督徒穿甲呢光鲜亮丽，外口行起来哇，大家讲人拢真好。但是呢，咱的心内底煞是欺骗上帝，嘛是欺骗人。这是无法度因跟上帝。另外一个我感觉上无因跟上帝，就是咱的灵心袂当来因跟上帝。过去咱信，即马咱咧信上帝，若是咱若拄着一寡的代志，煞来离开信仰，煞无继续来跟底主耶稣，甚至连祈祷、读圣经、连做礼拜遮的事，拢甲弃煞，嘛无爱继续来敬拜上帝。人就看讲，你毋是一个基督徒，即马煞拢无去教会，你毋是已经一个洗礼的一个基督徒，即马咱拢无咧读经，无咧祈祷。我想这是袂当因跟上帝。每一个人拢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阿门。所以家己家己讲，我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我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上帝创造我，就是要来因跟伊啊。如果咱的生命无活出上帝应要甲因跟，无采上帝照伊的形象来创造咱，互咱要来因跟伊。今日这段的圣经意思啦，就是我感觉伫圣经中间一个真钦佩一个人物，伊将以色列过去几百年，甚至对因出埃及，强要几千年。即个拜偶像，遮个拜金牛，拜遮个即个巴力，遮个过去无好的，遮个歹习惯，伊真短时间，就拢甲伊扫除。当然毋是只有以色列的后，但是上帝通过以色列，互伊会当将过去遮个无因根的代志，变做是因根的代志。以色列，因拢总有3批受掠，嘛有3批转来。以色列是排第2批。
头一批所罗巴伯带转来遮的人，人口将近要5万人，49000几个。遮个人转来的时阵呢，因就来转来要重新起造圣殿。但是即个圣殿呢，起无2冬，因就停工到要15冬，甚至到第20冬以后，才将即个圣殿搁重新起起来。这是伫以斯拉记内面会当看到的故事。以斯拉伊是第2批转来，但是第2批转来，伊要紧就是要带来宗教的改革甲复兴，因为一个圣殿。即个圣殿起好，但是呢，煞无真正用心灵甲精神来敬拜，就亲像咱有一个礼拜堂，但是伫遮做礼拜的人2266，做礼拜无一个款，来敬拜上帝，嘛无用心灵甲精神，这就是以斯拉已经要紧的一个人物。伫以斯拉记的即个分段的中间，咱就看到头前1章到6章。是咧讲到重新起造圣殿，即个时间拢总有23年，23年是头一批所罗巴伯伊的准备，拢总将近5万人，但是中间煞落一个足长的时间，落偌长呢？58年，一架子的时间，即个停顿，停顿伫顿地伫迄个所在，无进步，嘛无较有看到什么款的带来的改变，一直到第2批，就是第7章，以斯拉伊对波斯的所在，转来到耶路撒冷，伊要带人，但是无好带，因为以斯拉伊迄种是掠去巴比伦，迄个巴比伦就亲像今日的美国共款。你若去带美国，你有想要搁转来台湾无？袂，因为你无带伫美国。你若去带美国，有啦，但是呢，这个就是听台湾，但是真侪人呢去带伫美国就安怎调的啊，无爱转来啊，牧师嘛差一撮啊，就调的遐啊，加在上帝搁有甲阮带转来，但是伫迄个所在，好讨趁美金，好天气。迄个所在遐尔宽，迄个国家遐尔自由，遐个科技遐尔进步，遮尔方便，逐所在拢有 Costco， 但是呢，带到要转去家己的故乡，谈何容易呢？所以以斯拉伊要带人转来耶路撒冷，即届呢第2批带几人转来呢？伫圣经伊家己记载，拢总只有1496个，只有无到1500个查甫人。有人讲嘛有检查，有某嘛有囝，缀因转来，但是安尼加呢，可能无到6000啊。头一批有5万人，但是80年，你看23加58，80年超过以后，想要搁转来的人，搁较济啊，搁较少啊。而且呢，阁是以斯拉一直有，才有几千人对伊转来。伊转来即段路呢，爱行4个月，走4个月，才有法度转去。转去是要食饱啊，是要食苦？转去是要食苦啊，因为无像迄个巴比伦遐尔进步，遐尔发展。波斯，迄阵是波斯。波斯就是亲像今日的美国共款，是上界强、上界勇的国家，伊伫遐发展偌好，但做生意偌好，为什么要转来耶路撒冷？但是以斯拉伊会当带遮的人转来了后，伊只有用1冬的时间，咱伫以斯拉记内面看，伊只有用1冬的时间所看到遮的记载，但是伊来定即个真要紧犹太人。以色列人因信仰的根基啊，到底伊安怎样用1冬的时间？圣经有记载，伫遮尔短的时间来带来宗教的改革甲宗教的复兴呢？这是今日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的4点。头一点，以斯拉伊带来宗教改革的复兴，就是精通主的话，请咱做伙讲一解。精通主的话，第7章第60，请咱做伙来读。以斯拉对巴比伦上来，伊是经学教师，对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所赏赐摩西的律法非常精通。
因为上主伊的上帝赐福予伊对皇帝的请求，拢得到允准。精通这个字，伫和合本翻做通达。通达精通这个字的意思是真紧。若讲到圣经，讲到摩西律法，真紧，伊就当回答，叫做精通，就是通达。精通的意思也代表讲，以色列伊对圣经有熟无，非常的熟。今日咱若是要问问题，问电脑，电脑啦会当真紧甲你来回答。因为电脑有真侪遮的 data 甲资料库，即马 AI 你要叫伊做啥物，拢真紧就互你。本来即个 PPT， 因为我的迄个随身碟歹去，我做即个 PPT 拢无去啊。我就叫 AI 帮我做，结果 AI 做一个即个投影片，毋是 AI 做的，但是这是伊提供互我的，就是 AI 做真紧，我只要坐20秒钟，伊就帮我做一个投影片出来。但是做出来以后呢，我发觉讲，那做到这么简单，叫伊搁家己做，我讲我还要花时间训练他，规气安怎？我家己做较紧，家己做较紧，因为我还要训练 AI， 讲我还要怎样再怎样，继续来输入指令。但是呢，这个意思啦，伊会当精通上帝的话，伊会当将上帝的话真紧就找到上帝安怎讲，这个代志上帝指是啥物？所以咱真紧抓条重点，真紧就当做出照上帝旨意的判断。所以我在问讲，咱基督徒要安怎来精通主的话呢？我感觉有4点是咱会当来学习的。头一点就是爱对头读到尾，请人讲一解，爱对头读到尾。你若讲我精通规本的圣经，但是只有马太福音，安尼你敢有算精通？无精通就是对头读到尾，所以你爱对创世纪读到倒位？启示录啊！咱拢会一年开始，就要主啊！一年开始，我要来读圣经，创世纪读到足欢喜的，出埃及记头一嘛读到足欢喜的，但是读到20章以后呢，就放弃啊！所以一世人就掉入埃及，就永远无搁出埃及啦。圣经爱对头读到尾，安尼才会精通。第二个就是爱有好的读经计划。第三，你爱抓条主的感动。有的人读圣经无计划，刚咧食即个甜点，我想要食珍珠奶茶就珍珠奶茶，我今日要食炸鸡我就食炸鸡，我就看到遮咧卖面线我就食面线。但是伊无一个正照起工的正餐，无计划，所以拢食一寡无营养的，安尼愈食安怎？愈大箍，食伤侪遮的甜食，还是食伤侪遮的莫讲垃圾食物，你食伤侪好料的啊，但是你的身体袂堪入，袂堪入。上帝爱咱读圣经，就是锻炼咱的身体，就是主的身体，就是主的教会，就是爱有计划。每一届读圣经嘛爱抓条主的感动。这是上帝今日要对我讲的话，所以每一工读圣经，读了合起来，然后我就当开始无闲。安尼你无听到主甲你讲啥物话，你爱读了后，佮想讲这是主今日要甲我讲的话，这个感动才当肯伫你的心肝底。所以以色列伊除了写这本以色列记，后壁这本尼希米嘛是伊写的。阁有伫头前历代志上下卷，去年咱所读的历代志嘛是伊写的，甚至诗篇第1篇嘛是以色列伊写的。所以讲，迷入善思上帝的话，这个人要亲像一丛树安怎，栽伫溪水边，伊深深去体会甲体验，精通上帝的话，伊所做代志拢会得到心通。然后你要心通主的话，你要有读经的 record， 要有记录，要有记录。你会顶一届读着以斯拉记，当时你会记得袂记得，因为你无记录，你无记录。你要记伫什么所在？请问，写伫圣经。牧师嘛拢会每一届读一卷新的册。新的圣经，我就伫第1章第1节顶悬写几年几月几日。
等我后一摆过来读的时阵，我就会当去调，去回想啊，顶届读到这个时阵，是倒一年几月几日？安尼目的是安怎？提醒你家己。我有识识一个人，伊讲伊一年读圣经读几遍呢？读200遍，安尼读圣经会精通无？我嘛毋知影，但是伊是足爱读圣经的，一年读200遍的。哇，安尼是要安怎读？你毋着爱逐工拢咧读圣经，伊是真正逐工咧读圣经。我是甲伊去监狱传道的时阵熟识。但是呢，伊是一个退休的人。伊讲伊的目标，伊甲上帝许愿啊，一年要读圣经要读遮侪遍。但是这是伊甲上帝的关系。但是我感觉你要精通上帝的话，你就是爱对头好好读到尾。这个圣经咧讲啥物，你爱了解。然后你爱有读圣经的计划。然后上帝予你的话，圣经是要予你的，予我的，你就爱藏伫你的心肝底。你搁爱有记录。安尼记录落来，你才会当知影啊，上帝安怎来改变我、引带我。所以咱看以斯拉，伊精通上帝的话，上帝就安怎祝福予伊啊？伊就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安怎祝福呢？伊对皇帝的请求，拢安怎得到稳准啊？今日你若去甲赖总统讲，赖总统，我甲你拜托一下。总统讲无要紧，你要讲啥物拢 OK， 安尼有效无？上帝祝福，但是这个意思啦，伊毋是对赖总统呢，伊是对川普呢，伊是波斯帝国的皇帝，横跨欧亚的这个世界第一大的帝国，赢过这个巴比伦，伊甲这个皇帝所爱的代志，皇帝拢讲 OK 啊。所以，咱有一个读圣经的计划，咱伫即马伫教会拢是照咱的总会新安宫。新安宫的读经计划就是3年，将圣经读一轮啊。你若一年要读一遍呢，圣经读一遍，你一工平均爱读4章啊。你若袂使绕到一工哦，你袂使停困一工哦，一工拢爱读4章，安尼的量。你一冬的内面，就会当读圣经来读完。但是你有法度365天，逐工拢读4章无？莫讲4章，一工40集，安尼一天只有读40节，无够1章，真侪人就安怎缀袂着啊？缀甲真忝啊！你是要安怎样一冬的内面？但是精通上帝话，就是你爱有计划，好好读圣经，爱有将主的感动。该掠伫咱的心肝底，然后爱阁有记录，安尼你就当亲像以斯拉，凡事亨通。甲你隔壁兄弟讲，精通主的话，凡事就会亨通；精通主的话，凡事就会亨通啊！所以咱人5万当所做手头的工课，拢当顺利。你就爱好好读圣经，精通主的话。第二个以斯拉是研究主的话，第7章第10节，咱做伙来读。以斯拉专心研究，佮实行上主的律法，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则讲伊专心研究伫和合本，就是讲伊考究上帝的话。这个专心研究，伊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去敲吹、去找求主的话。伊就用摩西的律法，安尼伊在敲吹啥物呢？伊就是咧敲吹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上帝啊，这个代志到底是啥物意思？是啥物意义呢？伊就是安尼在问，安尼在敲吹，伊会问问题了后会去找答案。这就是在研究主的话啊！研究主的话。安怎来研究主的话呢？首先，你就是爱读无共款版本的圣经。真侪人拢真爱读这本红色的，叫做啥物本？和合本。请问这个和合本是倒一年翻译的？1919年。离咱即马几年？107年。每年就107年。107年所用伫上海所翻译遮的话，即马有在用无？真侪话，已经无在用啊！譬如创世纪，约瑟去埃及籴粮，什么叫做籴粮？
跳米，调米这调米，即摆有人讲头家，我要来调米无？调米调米这叫做买米跳梁呢卖米来，你今日我要来跳米跳米调米甲跳米今日搁学一句调我还是不要问了调米调米即马嘛无咧买米你买米嘛免甲头家讲，家己摕去算钱就好但是呢圣经的版本甲翻译已经对即个年代对袂着所以你人咧读即个100年前的圣经，对即个时代对袂着的时阵，真侪人毋知影你咧讲啥物话无怪，真侪囡仔读圣经毋知影上帝咧讲啥物话，毋是上帝咧讲的话无清楚。是咱无家己翻译到即个时代，咱会当来明白甲了解。第二个，咱参考解经的册甲影片，过去拢真侪册咧卖，即马拢无咧卖册，大家拢直接上网去 YouTube 去搜寻。然后对这解水圣经的人，咱毋是只有看他的圣经这个册吧卖几本，这个影片的流量有多少？你嘛要看这个解水圣经的人，伊到底伊的这个背景。伊的品格，伊有好好咧做礼拜，伊是毋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是一个沽名钓誉、真出名，但是尾后变做是太子集团迄个负责人，甲我查一个名，查一个字叫做陈志，哇，迄毋就惊死人！陈柏志呐变做陈志，即马即个陈志嘛出名，但是伊的出名是永远互人会记得，伊是即个诈骗集团的。是专门咧骗人的钱，食人的血，是一个吸血鬼。对这个圣经的背景，爱了解。上要紧的，你要研究主的话，爱通过谁的带领，毋是牧师的带领，是圣神的带领，是圣神的带领。伫以斯拉迄个时代，敢有注解的册当显，伊到迄个 YouTube 会当去看。伊甚至连一个注释书，也是一个释义拢无连一张纸、一支笔嘛拢无。伊要安怎来精通主的话呢？就是信心得甲伊引带。所以，常常将上帝话读了后，搁伫心肝底，甲主问：主啊，这到底是啥物意思？主啊，你这话到底是咧讲啥物？然后搁转去看圣经，然后搁对圣经内面来找答案。这就是信心的带领甲引带，所以咱要研究上帝的话，研究上帝的话，咱就是爱通过无共款，通过无共款。所以咱以斯拉，伊会当研究主的话，所以得到精通，伊就得到上帝祝福。所以伊要去见总统，去见皇帝，伊毋免皮喘，皇帝真信任伊啊。我相信以斯拉一定做代志拢有计划，伊的计划就是通过伊对圣经的锻炼甲了解，所以伊当知影讲什么代志爱照步来 SOP 是什么。伊若是开公司一定会做执行真成功；伊若是做事业嘛一定会成功，因为伊安尼来研究上帝话，所以伊拢会去 Plan A、Plan B。然后还有一个 SOP 1、2、3，伊的照步，因为伫看伫圣经中间，咱的上帝是一个 in order 有次序的上帝。咱的上帝毋是一个乌白来乱糟糟。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天是混沌，渊面黑暗的时阵，上帝就开始互次序入来。所以以斯拉，你若看以斯拉记头前，伊去记载遮的转来回归。49000几个人，这名安怎吹出来？80年前、80年前，这个人对波斯转来的时阵，这什么族、什么族、什么族、什么族，这做一个宗亲，伊拢去甲调出来。安怎去调的？伊敢有电脑，敢有手机？咱即马还有40周年、30周年的特刊，会当可以显，搁去变以斯拉，伊用偌济的精神。甲遮的时间去调出这5万的人，多一个种族甲支派，所以研究上帝话会互你做代志，拢有计划。你就要通过
锻炼读无共款的圣经，也是好好来研究，安尼上帝话才会当真通带来祝福。所以，甲你隔壁兄弟讲，研究上帝话，上帝就互你有计划；研究上帝话，上帝就互你有计划。你的人生就会看到上帝计划。你若无去好好来研究，你嘛毋知我一世人到底是要做啥物。食到今嘛，我嘛毋知影，我到底人生是当为上帝做啥物。第三，以事立精通上帝话，因为伊有实行主的话。第7章第10节，咱搁做伙读一解。以事立专心研究，搁实行上主的，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这个实行原文的意思真简单，就是去做，你就去做，将上帝话给做出来，把它做出来，这就是这个原文的意思。咱要安怎实行主的话呢？我认为头一项就是你爱亲像一粒金子，落伫什么所在？好的土的内面，你毋通落伫迄个石头顶，还是伫路边，还是伫刺皮中间。你爱互你的心成做好的土。什么是心好的土？就是上帝甲你讲的时阵，你会心无旁念 ，yes yes yes， 这就是心是好土。上帝甲你讲的时阵，左耳进右耳出，这就是掉在石头上。上帝甲你讲的时阵，你只是要就失去注意力，就是掉在路旁去鸟啊毒去。上帝的话讲进入你的心，但是你搁想着啊，我爱搁去趁钱呢，我爱搁顾某顾囝呢，就是落在荆棘里面。只有落伫好的土的内面，上帝话才会富裕，才会大站，才会结30倍、60倍，搁有几倍、100倍的果子。第二项就是你每一摆读圣经，你的心态是爱领受上帝话。我毋是读了合起来，是上帝啊！你对我讲的话，今日我要读圣经进前，我就是要来领受你的话。你毋是将读经当作一个工课，当作是一个任务啊！我有做数馒头，是你要读圣经进前，你得有一个态度 attitude， 你得有一个态度出来。这个态度就是，今日上帝要甲我讲什么话，仆人在这，仆人静听。这就是撒母耳，细汉的撒母耳，伊就是批判家己的心，将伊的耳孔泡开。主啊，今日你要讲什么？仆人在此，仆人静听。我专心注意来听，快快的听。第三，就是你只要听到知影这是上帝的话，你爱做一个确认。这毋是魔鬼甲你欺骗的，这嘛毋是你家己咧幻想的，这是上帝甲你讲的。你若确认这是上帝话，听到就要怎样行道，就要去执行，就是要去 do， 就要去甲伊做出来。最后是咧，听到不行道，就是咧骗家己。你会当骗家己，但是袂当骗上帝。真侪人知影上帝道理，但是到爱去做的时阵。爱去听对答，爱去赦免辜负咱的人，然后爱去照上帝话，互你爱专心、专情、专一，爱听上帝，唔爱听别人亲像家己的时阵，就做袂到。听到不行道，会当骗家己，却袂当骗上帝。意思啦，伊自细汉训练，所以伊会当精通上帝话，伊会当来研究上帝话。要紧，伊阁去实行上帝的话，所以莫怪伊亲像一丛树伫溪水边，所做一切拢行通。咱伫今年年初1月开始，来鼓励咱大家来练习写这个灵修笔记啊。即摆已经到11月23号，我毋知影阁有剩几个人还有在写这个灵修笔记。但是我相信真侪人拢有参与伫即个内底。这个灵修笔记5个重点：读经文，然后呢挑金句，第3写感受，第4今日事，最后今日必。这个上帝话变做是要安怎甲伊 to do 实行，就是通过这个训练，你目睭看，喙读，耳孔听，进入你的心，然后伫你的头壳来思想，最后要安怎送到你的手。到你的脚会当甲伊行出来，这就是灵修笔记要甲咱来帮助的。所以你要实行主的话，你爱互你的心成做是好的土、好的所在，爱领受主的话，
爱去执行，毋通诚做听道理无行道理的人。所以实行主的话，就凡事拢会行通。今日隔壁还在讲，实行主的话，凡事拢会行通。听道理无行道理，就会白骹白手。这是真正的，因为你知影上帝讲爱安尼，你煞无去做的时阵，你的心内底会内疚，你的心内底有一个插，一直插，插到以后，你会感觉你白骹白手，安尼嘛毋对，安尼嘛袂用，安尼颠倒是袂当行通。你要行通，就是你爱甲上帝话一致共一个方向，做伙同一个方向前进。最后，以斯拉精通上帝话，是因为伊教导上帝话。第10节后面讲，以斯拉专心研究佮实行上主的律法，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11节佮讲，伊会当教导以色列人，因为伊是一个经学的教师。但是，伊是经学教师吗？毋是。11节讲，伊是啥物？祭司。伊是一个撒都，迄阵无撒都该人，伊是一个祭司，是阿伦的后代。对阿东生来，伊是第35啊36个，伊就是伊的族谱。这个族谱像整理出来，就是以斯拉整理出来。虽然伊点当去，我拢会当算出来，伊是亚当算下来第几代，伊去整理的。伊是一个祭司，但是伊真有兴趣伫上帝的话，所以将上帝的话安尼来整理到伊家己所整理的笔记。变做是圣经。我讲一解，你每天写灵修笔记，就是经过你的头壳、甲你的心、甲你的祈祷，今日事今日毕。这笔记写落来以后，凡是有一天变做别人在读的圣经。以斯拉把他自己的读经记录、读经资料、摩西律法所有的东西，伊家去整理落来。即马咱读的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诗篇内面几啊篇，拢是伊所整理落来。伊会当通过安尼，凡是会当去教导百姓，但是伊只不过教导1冬、5冬，了不起50冬好无？教圣经咱教到50冬，有厉害无？但是你的笔记、你的灵修记录，荒漠甘泉向下。考门夫人为什么会有荒漠甘泉？因为是他的什么灵修笔记，他把他的灵修笔记下了来，帮助偌济的人，比他自己在那边教导人更多、更大、更远。你要安怎来教导上帝的话呢？大心，你会当甲毋捌读过圣经的人，甲伊来分享。好，凡是咱袂当亲像。牧师啊、长老啊、上台啊，但是你会当问边仔人，你捌读过圣经无？毋捌，安尼我来教你读圣经好无？因为安怎，至少你嘛比伊甲读较侪嘛。所以咱无借口讲，我袂当教人读圣经。经常讲袂晓啦，我袂当教啦。但是你要知道，还有更多的人，比你读的圣经还要少。有真侪人伊是毋捌读过，你就已经有资格会当教伊读圣经。第二项，你爱先回答你家己的问题。你读圣经所拄到的问题，你爱家己先会当回答。无你咧教人读圣经，别人问的问题，你就袂当回答。第三，你要教人读圣经，你家己爱多学习、多听、多看、多比较，你嘛爱分析。最后，你爱互上帝话成做你生活的日常，成为你生活当中的日常。好我不知道现在嘉生长可以帮我看一下，现在冷气是开1台、开2台好，因为咱的当刚好拢会真有时阵大家讲冷气真冷的，当吹无这个吹以后就变怎伤热因为我们全部都没有开窗户全部的人200几个人伫这个所在做礼拜。你冷气，搁甲切灯温度调低一点，谢谢。温度把它调低一点。因为感觉即马无啥物风
要教导上帝话，你要将上帝话加做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能够学以致用。所以以斯拉他能够分享上帝的话。咱逐早起即马拢有同工在甲咱分享圣经。我想这同工分享有好无？咱来甲因拍抱仔一个无？为什么这同工分享这么好？怎么没有我要的？因为因的牧师真高分，因为因的牧师真辛苦啊，因知影牧师真辛苦因嘛爱对牧师同款辛苦安尼。这同工呢，因有的人头一摆第一次在分享圣经，但是呢，等伊开始分享的时阵，每一个准备的人，他就成为教导上帝话语的人。所以你当教人来分享圣经，咱的教会真期待，大家你做一个中级，除了会晓做工，会晓点名，会晓操作电脑，会晓算奉献，但是你嘛会晓安怎教圣经？阿门。甲你隔壁兄弟讲，咱拢爱诚做会晓教圣经的人，咱拢爱诚做会晓教圣经的人。只要找一个毋捌读过圣经的，你就比较敖啊。你至少你通甲教讲，圣经的头一本叫做啥物？创世纪，安尼伊就学着一项啊。另外广告一下，让我这个迦南教会的这个 YouTube 记得要在这个地方按订阅，来套上6点，你的这个手机它就会出现在你的最上面，在你的最上面。结论来看，以斯拉精通上帝话，是因为这个人若对代志就会成，一个人若正确，伊所做代志就会亨通。这是以斯拉自己的经验，所以不怪诗篇第1篇第1节无坐武万人的位，无行罪人的路，无坐武万人的位。这个人伊就要成做一个义人啊，正确的人啊。以斯拉伊的头前有2位先知，一个叫做哈该，一个叫做撒迦利亚。这2个先知，已经到所有先知的末期，就是甲因讲，圣殿已经咧趴远啊，恁已经停工10几年啊，这个圣殿要紧甲伊起来啊，厝顶拢未空起来，紧甲伊做啊。所以这个人，所罗巴伯迄5万的人，才紧开始来做好了，佫停困。但是以斯拉迄个时代，甲伊同期的最后一个先知叫做马列基。这个马列基，最后一个先知以后落去400年，上帝拢惦惦。其实毋是上帝拢惦惦，因为以斯拉伊做一个代志，教百姓好好啊读圣经。以斯拉伊家己嘛经历真多的圣经，包括诗篇，包括所罗门王的箴言，包括大卫、撒母耳上下卷的故事，包括传道书。包括雅各，这个圣经的材料安怎愈来愈丰富啊！过去因只有摩西5本创出利民生，但是通过以斯拉安尼经历旧约39本，特别完成已经有30几本出来，所以伊当好好啊来读圣经啊，毋免阁靠一个先知伫遐来讲道。这个意思是啥物？就是讲你毋免只有礼拜日来听牧师讲道，你平常时家己会当好好啊读圣经，毋通只有礼拜日才来听牧师咧讲圣经。牧师嘛无遐济时间会当讲规本的圣经，是你会当通过圣经，就好好来认捌上帝。意思啦，精通上主的话，迄个英语就是 skill， 伊有一个技巧、技巧，伊知影安怎样来读圣经。伊当研究上帝话，英语是 seek， 伊去找答案。伊会当实行圣经，是 to do， 将上帝的话给行出来。最后，佫会当教导圣经，就是 to teach， 伊去做一个教师，去教导人。今日咱看耶稣迄个时代的文士，也是法利赛人，因咧读圣经会生做即个款，就是因拢爱来专心读圣经。
但是这个款是像佳音的呢，会当找到，就是以斯拉所留落来。以斯拉伊安尼教百姓读圣经，所以400几年了后，耶稣迄个时代的法利赛人、经学士，因对圣经遮尔热情，对圣经遮尔有 passion， 是因为因拢看到以斯拉的即个典范甲模范。所以你要应用上帝的殿，咱就是爱有技巧，咱爱找求答案，咱爱去做，咱嘛爱去教导，安尼互上帝话会当继续来一代一代来传落去哦。好，人对了，事就对了。好，最后今日的经句，以斯拉伊将圣殿起起来了，圣殿充满荣耀，好，就是伊将遮个软体。硬体是第一批的人起的，软体是第二批，就是以斯拉这人所备办的装备的宗教的复兴。伊讲什么？伊讲上主，咱列祖的上帝应该受称赞，因为伊是互那讲一个互，伊是互皇帝有即款的心意，互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到尊荣啊！这个圣殿会当搁再得到尊严、得到荣耀，是因为有这个皇帝。这个皇帝为什么会这样甘愿？伊就是看到以斯拉这个读圣经的人，伊真做一本会晓行路的圣经，伊真做将上帝话解画出来。后壁迄28集，嘛，互我看到讲，伊上帝搁互我对王，咱做伙来读。伊阁互我对王伊的参谋，甲所有权的官员得到帮赞。上主，我的上帝，赐我勇气，互我会当调集以色列的首领，甲我做伙转来。一开始咱拄则有讲，因真侪人无爱转来，但是最后伊找到15个人，甲伊转来。这是利未人38个。够15个人，甲伊做伙转来，就是要互因转来到圣殿来服侍，毋是迄个卡，是内面遮的服侍者、服侍的遮的人员呐。所以因得到真侪人的帮赞。现代中文译本说得到他们的赞助，两礼拜前，牧师有来分享，今年牧师要去徛1919。希望大家当来赞助啊！经过2礼拜，有37名兄弟做伙来赞助，所以牧师的目标爱募10万块呢，拄啊好，到前天是5万块，已经过一半，而且爱来感谢30几位参与赞助的兄弟。总是咧，牧师爱继续来邀请，期待各有50个会当做伙来赞助的人。一个人捐1000块来帮赞这个急难家庭，互咱这个1919中华基督教的救助协会，会当将这个经验肯定有需要的人的心上，咱教会目前咱像这个南门市场的火烧，嘛这个有拢总5个案已经送出去，这5个案上悬的会当领到2万几块，可以得到2万多块。虽然咱这届牧师的募款的10万块还不够南门市场这些受灾户，但是积少成多，大家累积起来，咱的教会刚才无够这个溃烂，会当做这样大的急难救助。但是上帝已经备办一个1919救助协会，期待咱来当通过这种的赞助，互更较多人的需要来得到关心。所以是通过徛铁马，然后来募款。我骑车，你捐钱，我骑脚踏车，你来捐钱，要不要交换一下？你来骑脚踏车，我来捐钱，好不好？好，来欢迎明年来报名哦。要参加这个1919，还要先缴报名费，然后还要参加训练，村长骑80公里啊，80公里一天爱骑，这是基本的训练啊，基本的训练。但是呢，目的就是要来唤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斗内来关心社会上的人需要，因为这是上帝话
上帝对孤儿寡妇的照顾，困苦人的照顾，这是上帝的心意。这礼拜如果有小组的分享，咱来分享。你认为伫教会中间，想当来荣耀上帝的代志，甲以斯拉伊安怎用上帝话带来宗教的改革，亲像路德马丁的宗教改革一模一样。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上帝圣经的话带来宗教的改革甲复兴。咱的祈祷就是求上帝赏赐予咱每一天的灵修，让咱帮助咱精通上帝的话，能够写感受，读经文、挑经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毕，以及求信心来帮助咱，互咱会当来教导上帝的话。咱的身躯边要有真侪人毋捌圣经的，你咱甲伊来分享，咱做伙来祈祷。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感恩节的主日，阮搁一摆来感恩，因为上帝你互阮上宝贝，就是阮的性命是照上帝你的形象来创造的，帮助阮的一生，毋是来服侍钱财，是来服侍上帝。互阮的一生会当通过上帝的话来显出上帝你的荣耀，也愿主你施恩甲看顾照顾阮每一个兄弟每一天的灵修，会当亲像以斯拉用心查考，阁会当藏伫心肝底，互阮的心所听受上帝的话，会当结30倍、60倍、100倍价值。阮也为着伫即个社会上，甚至阮伫桃园市，阮的厝边。拄着急难救助，需要拯救，需要救济遮的厝边，求你也会当通过阮一丝仔的心意，会当互因的生活带来改善，带来帮助。阮的恳求甲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81首，同心乌鲁天父，请起立，音全首。心乌鲁天父，主的耶和上帝，天堂人民不强不屈，照顾天顶对，乌鲁耶稣尊名，上帝有心的行。小人罪过，替人放下性命。乌鲁上帝信心，观念感化万民，对天降临良人的心，互人解故关心。乌鲁三位一体，做下信心上帝，至尊至大万物主宰，乌鲁到万万世。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乎你，做你路引到一世。
喜哦落出无天，我的嘴遁来叮当，高堂后一来求来。请起立。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面前敬拜阿罗你，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的祝福。今仔日是感恩节礼拜，阮嘛要伫遮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坚固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性命，每一日拢有你的保守，也感谢主带领迦南教会经过60年的风雨岁月。依然行伫个上帝所应允的道路，兄弟姊妹彼此相疼，较无你的真理。感谢主的看顾，阮即时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愿你欢喜接纳。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请坐，请陈如山长老来报告。好，我来报告。哎，今天有新来的朋友没有？看一下。好，唔知有人今日头一遍来，无甲你写着的无？有无？无。啊无吼，好来。啊，欢迎今日大家做伙来做礼拜，伫个感恩节，咱做伙来感谢上帝。哦，咱也为着今日感恩节的主日，感谢上帝来看顾来保守，也感谢每一位分享上帝恩典诶，咱每一个迦南的家人。好，来，好一个教会伫2016年有一个周历的预购哈，这个周历它就是会有灵修笔记在上面哈，就是卡拉牧师讲的，咱读经咱嘛爱记录，所以吼教会有出一本，每年出一本周历，每礼拜拢有，顶摆嘛有教会的行事历典馆，啊你读圣经的时阵，你就会使用这本给它记录出来，啊伊就是一本，无亲像咱顶边是，毋是一年的，即摆牧师设计这是一年的吼，啊开放预购吼。啊，你也要爱买的人吼，甲一楼骹遐有一个登记，你甲写起来吼，会使去遐登记，啊来的时阵会甲你通知。哦，来，啊，再来就是嘛，要买圣诞歌的吼，今日是上尾一天吼，啊，一项是20块，一个是20块，有3种口味吼，今日上尾一天，同款伫一楼遐会使来登记吼，来，过来后一张。爱餐吼，咱特别来请大家一定爱配合吼，就是咱。中昼的爱餐吼，咱一个人就是一份20块，啊，一个人限1份就好，好无？哦，因为咱爱餐吼，有当真歹按算，有的人无，啊，有的人加，啊，咱就是通常咱莫加摕，哦，一个人就是1份，你莫讲啊，我搁买1份，暗时也食，吼，啊，无是唔好吼，拜托的，就是1份中昼就好，好，拜托。红色的字大家念一次，来。用完为止，请勿外带。吼，然后牧师特别甲咱提醒吼，红色这个字吼。啊，过来就是宋大的讲座，11月26、10点半到12点，吼，有迄个王荣义牧师解梦系列吼，记录梦、了解梦、练习解梦、了解自己吼，来欢迎参加。这游玩是线上的，吼来。啊，过来就是12月20，咱有一个圣诞的暗会吼，咱欢迎小组、牧区还是兴趣班。吼，咱来报名，啊名额也有限吼，啊先报的先信，吼，啊阮来信哦，毋是讲吼，你报的就会使有哦，因为阮爱有迄个品质，吼，所以吼，阮相信大家拢有品质啦，啊，毋过阮来先信，啊压满为止，吼，啊要爱的人，咱向迄个外展的同工诚心来报名，过来 A1 的初信造就，后礼拜六早起下晡2点。有11课甲12课，认识奉献，认识异端，吼，请报名的兄弟吼，咱爱注意按时迄个时间来出现。上一张那个 A2 是不是要？没有，留在后面。还在后面，对。好，来下一张。
哦，这张，A2 没有。没事，先报告。哦，这里好，对，那个阅历先报告。那先上一张，好啦。啊，过来就是2016年的福音阅历吼，咱每一年拢有吼。啊，即摆已经出来啊，吼。啊，注意吼，一家一户就好啊，吼。啊，什么人会使领？第一，本有会籍的教会，有会籍的教会。第二个就是你是小组的小组员，你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就会使去领。啊，伫楼骹1楼。啊，一户领一本，毋是一个人领一本，吼。啊，你若有要搁买的吼，你会使迄个苏清长老，还是迄个张玉主任来买。啊，一份是100块，吼。另外加要搁加买的，就是一份100块。来，过来，一张。吼，啊，咱即摆要来颁发迄个 A2 的长大成熟的课程结业证书，吼。啊，请每一个有你伫单啊顶悬，你的周报顶悬，还是你有通知。你知影你有上课，今日要来颁发这个毕业证书的人，请咱落来，吼，咱来落来楼骹遮，吼，咱家己起来，啊来头前，吼，我无要搁唱名啦，吼，啊，因为名额真济，吼，咱来摆来头前遮。伫咱的周报第2页，吼，有咱今年吼有2体出，就是3月初8到4月12。好不好？嘿，还有9月20到10月8号，让我这个 A2 长大成熟，好，这课程拢总是备课，好啊，来上完备课的这兄弟名单，好，第一梯有22名，好啊，第二梯处有43名，好，所以拢总有65名，好啊，今日咱这场礼拜，好，这个名单我看直接发了哈。对，不然这样一个一个可能要花太多时间。好，请这个嘉玲执事啊帮忙好来发一下，好，跟卢三长老帮忙发一下。好，我们要请他们来上台，我现在请他上台呢，好，这是给因一个肯定哦，好，肯定他们好在这个当中的参与还有出席，好啊，同时也让大家知道说，好，我们要上这个课，好，代表我们要长大，好，要成熟，好，然后要能够透过这样子。好，咱的性命会当来进步哈，好，所以即每一位拢会当来摕到一个证书，好，这个证书好，头前有伊的名，后边嘛有伊上的课，好，上完的课好的这个日期，好，啊加授课的这个老师啊的课本，好，所以希望咱兄弟姐妹好，大家买当踊跃好来报名甲参与。好，咱每年赶快第3位，好，还有下一梯次的 A2 的长大成熟课程哦。好，都拿到了吗？好，拿到了，我们请看前面哈，来拍个合照。好，来看，准备看前面来照相。好看一凡。好，来比个2，好，因为这是 A2 哦，来比个2。好，咱来拍拍来甲因恭喜吼。问一下家里。好，过来吼，教会吼要为着要感谢吼，感恩节嘛吼，啊，咱嘛爱知影爱安那感恩吼，啊，即摆要特别吼，有咱教会咧感谢有63名的同工吼。啊，迄名住伫周报第2页，吼，因毋是现任的中职，好，名单有在上面的，请你先上台，先上台好不好？我有准备一个礼物来送给他们。你看到上面有名单的，周报第2页有看到你的名单的，好，麻烦你们上台哈。这63名呢，就是因毋是中职，啊，因也无计算志工的时数，不过伊一定伫教会连续5年以上，拢有伫服侍的这同工吼。啊，教会为着要来因来献上因。感谢吼，感谢因伫即场的着无，咱请敬拜部的长老。好，啊，若有绕高的吼，再咁麻烦你来找我我知影有绕高2位，就是至少有2位啦吼。家军小组长甲迄个秀梅姐吼，那你来现场嘛，欢迎嘛，请恁起来吼，好，没有那个秀梅姐有吼，秀梅姐好，咱请牧师来颁发，咱感谢因吼。拢安尼真辛苦吼，为了教会，为了上帝来服侍吼，来服侍。所以若名单有名单拢免客气吼，免客气吼，郑雄雄先摕2分啦吼，
好，含秀梅姐哈，多谢歹势哈。好，咱拍谱啊，咱来个感谢因，来甲因鼓励。好，咱做伙来读今日的金句，是伫以斯拉记第7章第27节，咱做伙来念台语预备来。以斯拉讲，上主咱的主的上帝应该受称赞，因为伊予皇帝有这款的心意，予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到尊严。我一遍来。以斯拉讲，上主咱的主的上帝应该受称赞，因为伊予皇帝有这款的心意，予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到尊严。以斯拉记7章27节。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圣诗403首，主车庆话。因诗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主赐给我，主赐给我，主赐给我，耶稣救你赐给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上帝救你因主充满我，主充满我，主充满我。星星救你，充满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性命踏出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恁众人三角伫地。互恁会当将心诚做好的土，互主的话踮伫恁的心，会当结100倍的果子，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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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别倒。